土地公的信仰是客家人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信仰。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叫伯公。虽然台南市客家人口分散，但呢，我们跟大埔福德祠合作。那一方面呢，也是把客家文化这个很重要的部分给找回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由伯公生这个日期跟在地多数的闽南族群一起来合作共同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有点渊源，有可能我们先人也是那个客家人的那个融合嘛，也有可能是先人也一起在这里经营这个我们大埔在那个客家语里面也是有这个大埔这个字的，也有啊。所以这次跟那个客委会这次的交流非常的圆满成功，也非常高兴希望下次也有机会大家在一起配合来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今天我们是帮贝公出售嘛，所以呢，我们特别打这个新钉板，然后大家自己制作之后呢，然后我们在祭典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来分送给我们的乡亲，给他们带来一天的好福，就是一年的好福气。重要的那个节日呢，我们都会盘花，这个花呢，花材通常都是来自我们自己家庭的庭院里面摘的，摘来之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用盘插成这样圆圆一盆这样子。然后呢，象征它是非常的圆满，然后福气。我们也邀请剧团在接下来3月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4场是我们的巡演的活动。那这个巡演儿童剧的巡演呢，也就是跟伯公有关系的这个戏码。那透过儿童剧，也让大家来认识客家的信仰。掌握时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土地公虽然是所有的台湾人跟所有的华人的共同信仰，但在客家里面土地公叫做贝公所以说让很多大埔这个六合境福德祠，大埔也是这个客语的大埔街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年特别别开生面征得庙方的合作，能够一起来用客家的方式来祭拜土地公。那我相信借着文化的传扬跟交流，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福德正神这个土地公这样的这个渊源那在这个共同的民间信仰里面，能够让土地公的这个传统民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不仅在于宗教，而且在于文化的传承这点是我们这次祭典的主要的目的。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3月1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位伫沙仑绿林科学城的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第1期的研究大楼，伫2天前完工以后，农业生技团队已经率先进驻。另外，预计今年底完工的2期工程，上午进行上牛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到场见证。期待中央研究院会当协助政府成立量子国家队。中央研究院南部分院的第2期工程正在推动当中，其中研究大楼甲综合大楼的上牛典礼，上午邀请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场见证。落款留念，请礼身递笔。步慢可以开始慢慢升起，本工程能够如期完工，让国家级的研发能量能够蒸蒸日上。总统表示，沙仑绿林科学城是伊重要的证件，对2016年就任以来，每一天拢来几啊摆，嘛互无聊切讲，敢是要选沙仑区长。总统期待中央研究院都来协助政府打造量子国家队，马应用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那希望在我们走向2050净零排放的这条路上，
我们所需要的基础科学研究，或者是应用科学研究，我们都希望中研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已经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中研院，还有工研院，还有我们的科技部3个单位共主，未来走向2050所有的科技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的中研院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科技发展的重镇能够挑起这个下一个世代我们能源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根据中央研究院表示，南部分院的基地面积7.3公顷，分阶段开发。第一期研究大楼拢陆续进驻，即摆立基工程将以量子电脑科技甲海洋能源的研究作为主体，希望建立第一台台湾家己制作超导量子电脑。为什么我们要发展量子科技？第一点，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宣告量子2.0世纪的来临，将进一步利用量子物理的特性，譬如说量子叠加、量子纠缠，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应用领域。第二点，世界科技大国已经竞相投资量子科技，全球目前已经投入超过6800亿元的研发经费，而且不断的加码当中，预期10年内会有突破性的进展，超越现今电脑的所有的运算能力，未来将开创 IT 产业的下一波革命。我们现在不做，将来会后悔。中央典礼当中，包括市长吴惠贴、立委陈天辉、林宜景甲王定宇等人拢到场参加。该立基工程预计年底完工，112年完成量子实验室。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南区一位妇女为少年，就家己一个人请养3名子女大汉，但是想袂到今年2月底，后生甲囝婿骑车出去食头路的时阵，却拄着车祸，2个人拢不幸过身，厝内经济陷入困境。台南市会前拢慰问关心，希望会当斗3工。位伫安南区郡安路5段巷弄内，即户黄姓妇女，平常时车养1名后生甲2个查某囝。细汉查某囝因为重度的智能障碍，无法度工作；大汉查某囝伫个嫁出去以后，嘛甲翁婿住伫个后头厝，伫个无偌久之前才生第1胎。平常时厝内开销拢是靠黄姓妇女的后生甲囝婿。想袂到今年2月底，2位小才去上班，结果发生车祸，双双来过身，生活陷入困境。对此，台南市议会上午嘛特别前往慰问。周的人家呢，非常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来关心包括我们的李宗诚议员、黄景德议员，还有我们的副议长林比列派的秘书，还有黄立昭议员，包括我们的区长、里长，都共同来关心这户的人家。那这户的人家呢，本来家境就比较辛苦，那又发生了这个的意外，孩子才几个月。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亲家呢，一同呢骑摩托车呢，车祸双亡，那造成的这个孩子这么的小，那母亲要负担起家里的一个的抚养的程序，真的值得社会大众来关心与关怀。那今天特别呢，代表议会来对人家做适当的关心，也希望呢，区公所以及社会局尽快的加以协助。让周人家能够勇敢地站起来，那也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多加关怀周人家，让他们勇敢地走出来。上午前往慰问，包括议长郭信良、议员李中琴、王金德，以及副议长林炳利甲黄丽娇的办公室助理，安南区长叶志明甲当地安护里长嘛拢到场关心。目前区公所正加速评估该户是毋是符合中介收入户的资格以外。另外，嘛将申请特殊境遇的家庭辅助，希望会用个帮助黄姓厝内人勇敢来行出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将2礼拜受难者唐德忠被枪决的日子定做正义甲勇气纪念日。
市长黄伟哲宣布，中正路100多公尺的路段将改做唐德宗大道，台湾文学馆的地址变成唐德宗大道1号。为了纪念唐德宗律师保护台湾付出宝贵的性命，所以这几年来各界努力共同执行转型正义，嘛希望用行一段民主路方式来追溯台湾历史。其中，五月在275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当中，嘛正式宣布唐德宗大道1号将对台湾文学馆作为开端，向前新的开始。今仔日，正义之以及勇气之路形成，了后，咱市政府阁要进一步来做，要将这条路，要设立唐德宗大道，这个台湾文学馆的所在，咱要甲合作唐德宗大道1号。这个1号不但是一个开始，嘛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这是共同作者咱台南市民共同的愿望，嘛是作者台湾人共同的希望。咱将唐德宗大道甲设立起来。用路名纪念历史，提高在地认同，虽然是真好的方向，不过因为道路改名、刊写门牌，嘛影响用路人的习惯。民众表示，更需要谨慎来评估，会伫符合市民方便、交通安全、甲影响上少为前提来研究办理。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团为民国106年开始推行以美代金的活动，5年来累计捐赠55000多包的平安米。15号的捐赠活动，总共捐出信众会馆的爱心米4000包，分别赠送给台南市6区、南台南家扶中心、甲龙雅福利协进会等8单位。台湾手表天团10月上午伫庙埕举办第18次平安米代捐活动，由天团董事长徐国润将信众回馆的爱心米4000包捐赠给8单位，希望将这份爱心甲物资送给弱势族群，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今日非常欢喜，台湾手表天团接到咱的信众大德的手，因捐献足侪咱的迄个。米，所以咱配合咱市政府的以米代金和各区公所以米代金的活动，咱来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到今日已经第18遍啦，所捐献的米拢总55172包，会当讲咱的爱心透过咱的各区的区公所，互需要帮忙的人，我嘛是感谢咱的信众大德。以咱这个足困难的时阵，疫情继续的活动的时阵，咱会当捐献因的爱心。中西区长汪信龙表示，台南是众生之都，以平安米取代传统烧金纸的方式，不但会当减少空气污染，嘛会当让弱势朋友得到实际帮助。即嘛政府鼓励以米代金就是甲现金落去摕米来来拜拜拜了会当甲这米会当互咱这些弱势团体第一会当互咱弱势团体让受惠，第二会当减少环保的污染结合信众的爱心，将资源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台湾手表天团未来也持续关怀弱势，照亮社会弱势角落。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最近气温回升，进入开花期，台南有真侪路树花拢开了真水，亲像设置真侪种的风铃木，就去引民众赏花、翕相留念。再加上白河的班机花季，以及将要登场的台湾国际蓝点，让台南变成美丽花都。
为伫林森路即在的黄花红泥木是市区上早引进，嘛是在上久的一批行道树，目前拢开始盛开，包括各公园个别所在种的，目前已经开灭6成。除了下巴黄花，这款紫红色的红泥木开起来大蕊满枝，产像花蕊爆炸，连花色嘛相当优美，更是吸引不少民众来欣赏翕相。不过因为花期盛开才1礼拜左右，所以民众爱把时间也无得个爱等一档。大光国小、水交社、新兴国宅、新街路都是根据一些新闻报道，还有网友一些 po 文，就得知这些消息。因为枫林木的花期也很短，所以就是要很快去把它映入眼帘，把它做成影像，就这样子。花季也很短啊，差不多1星期呢，很快的开放啊，谢的也很快。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凋谢的，然后以前这棵树就存在，以前都开在顶端，没开那么多，是差不多今年我大概看它7、8年了，没开过这么盛开的。前阵较寒，这几天愈来愈烧热，所以花一直开。为伫体育公园的红色斑枝花同款吸引人，虽然无像白河规片的花海花朵，不过搭配可怜，嘛将市区重点甲水当当。台南迎接3、4月花期，除了目前白河的斑枝花季，3月底伫后壁区也有台湾国际蓝展，呈现的一片赏花热潮。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另外，3月是油画花盛开的时期。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油画花艺术节，满岛区今年重新再出发。3月19号甲20号的周末假期，邀请民众做伙来充满回乡的艺文小店。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无举办油画花的艺术节。今年疫情渐渐的稳定。2022年的油画花艺术节准备要热烈开办，今年特别以拍开作为主题，来规划无共系列的活动。同时邀请到油画农民甲油画园拍开，共同甲民众来分享。做伙伫充满花香的油画园内底野餐、听音乐，还有读绘本。我们期待油画艺术节能够开第一枪开第一炮，能够让我们文旦产业链能够做得更好。也希望说更多的好朋友来麻豆。享受柚花芬多精，享受文旦园的漂亮。那离市区又近，又可以没有尘嚣的喧扰。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麻豆柚花艺术节。商圈配合那个总艺文中心的柚花艺术节我们有举办那个购物集点有抽奖的活动。那只要到我们的摊位去购物，集3个点的话，就可以去摸彩。然后我们的奖品有1台 iPad。2个笔记型电脑，还有4个伴手礼。15号透早邀请到安义的国小学生做伙来到活动的现场，透过野餐的方式，让大家提早感受一下油画花艺术节的气氛。欢迎民众会当伫3月19号到20号的时阵，做伙来感受一下满岛油画园内底嘉年华花。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伫南区的新兴里，历来有真侪妇女准备为这场退休。为了让因会当培养第2专长，透过里长酷技草牵线，由美容公司规划相关的课程，开创社区民众的事业第2春。一来到南区新兴里的活动中心，会当看到真侪里民正咧听到讲述讲解，这是由当地里长所媒下美容课程，希望让当地这妇女会当有学习第2专长的机会。今日非常欢喜。会当邀请到咱进兴生技公司来带领咱所有咱的里民、咱的好朋友来开创第2专长的这个课程。我想这互真侪妇女朋友有一个更加更较好的学习空间。咱知影讲即马真侪好朋友已经拢到退休的年龄，到这时阵无工作嘛无收入，然后咱就用这个今仔日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来开创着因学习第2专长。这次协助安排课程的景星生技公司，也是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的成果之一。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次课程，让更侪人会当认识到学校的资源。本次跟进兴生技合作在
台南市南区这边来开办这次的课程，其实是希望说帮学校里面的一些创业课程啊，推广到企业跟社会，让外面的业界啊可以更多的资源哈，因为毕竟现在外面大家都想说工作不好找啊，还是说想要再找更好的一些发展哈，想要找第二专长啊收入的。那其实透过静心生机这次的一个活动，然后希望我们把这些课程，包括行动美容这些一般民众以往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些技能可以学习哈，然后能够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我们办了这个课程呢，让我们的这些妇女她们来体验。在第二专场里面怎么样来做一些收入的规划，还有就是说他们怎么结合跟我们静心生技配合的一个平台。那我们静心生技有提供这个来速咖啡的平台，还有我们活动中心里面的这些教室，让他们预约客人来这边做一些美容的一个服务哈。那最主要我们静心生技跟我们中油的一个异业合作，就是我们的产品已经上架在我们的中油的平台。那来速咖啡他们如果消费多少的话，那我们可以免费帮客人做免费体验。那我们训练的这些职业妇女，就是他们的技术带着走，就是我们拿个行动美容呢，到我们这些服务的定点的平台，做一些帮客人做服务的护肤。那这8堂课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考一些行动美容证照。课程当中，市员林美燕嘛特别出席，肯定企业用心，也期待学员会当培养第二专长的同时，嘛会当建立家己的自信。在这课程里面培育的对我的一个信心，包括你有第二专长的实力。那你再一次如果想要再进入到工作职场的时候，我想这是非常加分的正能量的。透过课程，学员会当认识到美容相关的产品，甲培养专业技能，也为家己的人生开创无同的道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西港区的港东社区为了替3月份生日的长辈庆祝生日，特别伫个社区活动中心举办生日庆祝的活动。幼营广慈文教学会为了表达对老大人的感恩，特别准备鸡卵糕、牛奶甲糖仔饼，大家欢唱生日快乐的歌曲，互长辈时代满满的祝福。来到西港港东里的活动中心，会当看到桌顶放了满满的好料。这摆为着要帮社区内3月份生日的长辈来庆祝生日，特别为大家准备活动。其中幼营广慈文教学会特别提供鸡卵糕、有奶佮有饼来表示对长辈因的尊敬佮有感恩的心。那今天很开心呢，来到港东这个社区据点呢，来替长辈们做3、4月这个庆生。那因为呢，幼营本身都会去找一些厂商来赞助物资，来为我们的长者们添加营养。例如说，我们今天有带来高雄红布朗国际公司的坚果，那以及在台南千家轩烘焙坊的蛋糕。那希望让长辈们说，1年1次的庆生会，除了有蛋糕以外，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资，比如说像水饺啦、鱼肉啦、虾等等，这些都是由幼营许多，比如说中部、南部等等这些厂商来赞助提供。那也很感谢我们的里长秀云阿姨，她也非常的辛苦，都过来载物资。那幼营呢，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希望大家在这边都可以拿到更多的物资，服务到更多的人。幼营广慈文教学会每个礼拜拢会固定送蔬菜来到台南，提供予有咧供餐或者是送餐予老人的单位。这摆特别提供这的生日物资，希望会当予长辈有一个欢喜的生日回忆。这个幼营文教协会这个善化分会提供阮足侪物资。所以港东社区的长辈非常的幸福，几乎菜以外，鸡肉、鱼肉，佮有坚果，佮有迄个保酒乳，啦，逐项拢有啦，所以足感恩的。佮感恩阮一个志工少年的长辈来服务这个年岁较侪的长辈，所以就像幼营文教协会讲，这是一个大家庭。嘛，希望讲来阮遮的长辈，大家拢愈健康愈快乐，会当愈来愈侪人。港东里的里长方国秀云特别感谢这摆幼营文教学会的赞助，予社区的长辈有一个热烈欢喜的生日活动。透过安尼的方式，会当帮忙伫外口辛苦打拼的少年一辈，照顾因家中的长辈，袂予因感觉到孤单。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
感谢你收看3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